语调主耶稣。这首是我咱嘛足熟的，咱斗阵来记第1节到第2节。各位兄弟平安。这是咱在地的聚会要开始，请大家准备心，咱在地的聚会。我的心神啊，你着无老摇花，你若伫我内面的，也着无老伊的性命。这时，咱做伙来唱圣诗，圣诗48首，圣诗48首。主耶和华你做的物，请大家起立来记住。
在，我是你那所知道，兄弟有力量，那你主，你对信心老爱，对这些万家的事情，你不定的要来说错，对喜喜爱放容易不，给他一对象用的话，今天他还得管理的被兄弟话语，你对他在心嘛，把个喜爱，我是信心，心中来告慰，心头相通，这个下面有黑话，另外的画面，阿门。请坐。这时，咱来领受上帝话。启文第一篇，启文第一篇也是诗篇第一篇吼。即马咱做伙来启，无行歹人的计谋，无找腐烂人的门。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要亲像树，在伊溪边，伊的香也无打去。歹人毋是安尼，所以伊审判歹人徛袂牢。因为耶和华在义人的路。这时，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众人感谢你，因为这时，阮犹原会当安然且自责，用西瓜乌肉做伙敬拜阮的上帝。虽讲现在地动灾害不断，极端的天气的变化，世界的局势战争动员袂煞，但是阮犹原相信，你坐咧做王到永远，你也要享受困难甲平安的福，互信靠你的人，因为阮知，也认捌你就是疼。感谢主。你是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因为你的同在，伫凡事你拢为阮平安无底欠亏，互阮领受到你的供应甲祝福。你也是耶和华撒拢的上帝，伫阮所担心的代志，享受真实佮完全的平安。求你的平安临到阮众人，刷走所有一切。互阮经历你平安的作动，愿你的平安甲阮同在，互阮经历你美好的祝福。感谢天父，求你也互阮真实的了解，你是耶和华拉凡的上帝，你要医治阮的身躯、心灵的欠缺，你是永远甲阮同在的天父。互阮会当不断经历你的疼，阮将一切的荣耀归到你。这时，阮众人也要用主耶稣，甲阮的主祷文做伙来祈祷。愿你的名是，你的光明高，你的旨意行，你的心意，阮的心来换，下面阮的国，亲像阮下面阮的。我哋做翻一次，因為我哋係因為我哋提供東西所有，我哋係無知，阿門。
4章21节，4章21节，我来念，请你来看。有我的命令，佮守伊的人，即个就是听我。听我的人，要得着我爸会听，我的爸听伊，我也会听伊，佮将本心显明伊。另外，伫约翰福音第1章18节，袂捌有人看见上帝，只有伫父心怀中独生的囝会晓明伊。我实在个圣经。记载伫以赛亚旧约圣经以赛亚第66章第1到第2节，耶和华安尼讲：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榻榻米，恁要甲我起造什么好的厝啊？什么好的所在是做我安住的地方啊？耶和华讲：遮个。拢是我的手所创造的，所以遮会就拢有。总是我所看到的，就是艰苦、心痛苦，因为我的话来妙妙出来的人，这是我听圣歌队来活络。那就好。咧学路的时光是耶稣我的光芒。我都会让你。
感谢信华对用普渡的时光传咱来敬拜咱的主。这时，要来请本堂牧师杜志健牧师，要来讲道。伊要讲道的题目是认识上帝。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大部分人类一生拢在追求世间上的物件，毋过却袂当得到心内的平安。总是当咱毋是干那知影，是真正实在明捌上帝的时，咱心就会当得到满足。伫圣经记载约伯记内底有一句经节，伊讲：我前捌听见你，但我亲目看着你。意思是讲，毋是干那听讲上帝尔尔，咱是亲身经验上帝的作为。一个真正实在上帝的人，一定是一个真快乐的人。一个真正认捌上帝的人，一定是有福气的。今仔日有真侪人在谈论上帝，在讲，在讨论上帝的代志，毋过可能根本就无实在意。世界上嘛有真侪人在读圣经，逐工在听真精彩的讲道，毋过读了、听了以后，生命有缘无得到改变，甚至已经诚做教会领袖的人，嘛无一定甲上帝的关系真好。这是现今教会上大的问题，所以咱就思考，爱怎样会当搁较刻无实在的上帝。伫人生的过程中间，无其他的代志比较无经验耶稣搁较要紧。所以教会上主要的责任，就是帮助兄弟姊妹甲上帝相结连。逐项的组织的目的，就是通有机会互相勉励，互咱踮伫上帝的内面，伊也踮伫咱的内面，这是非常重要的。当咱亲近上帝，而且实在伊，甚至成做上帝好朋友的时，咱的生命会变做较快乐，嘛变做较简单。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咱一定会当甲伊结连，嘛一定有方法，搁较实在。不过，我相信这需要直直练习，爱加强操练，才当成功。咱会当试看卖，就是当咱透早爬起来了后，会当开始感受上帝的同在。先莫无用其他的代志，爬起来了后，较无听见伊的声音，甲伊相甲行，咱就安尼练习，用一点仔时间。用祈祷、唱歌、敬拜，也是宣告来亲近上帝，单单注目伫耶稣的身上。咱若毋茫家己的人生、工作、家庭以及事奉拢成功，就爱尽力追求上帝。
直到拄着伊为止。圣经记载，耶稣甲上帝合做一体。耶稣活伫世间的时，毋是爱创啥就创啥，伊是照上帝的旨意伫活。咱嘛共款爱照上帝的旨意来活。伫生活中间，为着真侪代志无用，不过人无可能靠家己的血力会当接受，所以咱爱问讲，耶稣会安怎做？耶稣毋茫管安怎做决定。圣经记载，耶稣讲，囝袂当照家己的意思做代志，只有看爸做什么，伊才照安尼做。爸所做的，囝嘛安尼做。伊个罗西书嘛有记载讲，通过伊的囝，上帝互万有，无论伫天顶也是地上，拢甲伊和好。意思是基督的死，为世间人提供一个甲上帝结连的方法，因为伊已经拄去咱一切罪恶，互咱会当甲创造万有的上帝建立一个合宜的关系，享受甲上帝合一的平安。现在现即个。当咱真正开始面对面亲近上帝时，咱就会做着上帝做代志的方式，嘛会搁较了解咱肉体的败坏。伫这个过程中间，学习看无家己，用伊的方法去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慢慢啊，咱会当享受德行的生活。咱若安尼做，咱无搁着急、不安、生气、批评、苦毒，因为一切对迄起来的感情，拢已经受对付。咱嘛知影，基督徒是上帝伫地上的代表，一个健康基督徒的生命，应该反映上帝的美好价值。意思是讲，咱的价值观、感情、行为、态度，应该甲上帝相款。若无，一定是生命中间有一寡问题还未解决，可能是自我中心，也是过硬的个性，心心无够业，也是无愿意顺服应应。求主怜悯，因为教会全体会当活出耶稣的款式。传福音才有气力，上帝才会当透过咱去影响别人的生命，互世间人看见上帝的美好。圣经记载，耶稣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当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出世。甲人同款，因人的形体出现，伊甘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耶稣已经完成救赎的工作，所以咱有一个愿望，就是咱原本的罪的本性会当变做上帝的本性。这就是基督徒活伫世间的目标，嘛是互相勉励的根本。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要互咱会当活出伊的形象，毋是干那伫耶稣身上尔，
也应该实现伫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上，就是伫生活中间每一项决定，拢会当反映上帝的好。所以，无论伫上班、伫家庭生活、伫读册、补习、理财，还是去运动、开车，拢会当见证上帝的作为。别人传福音，咱的性命人无啥物特别，就无法度吸引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毋是干那望基督徒用嘴伫讲福音尔，伊也望咱会当活出伊的款式，互别人伫咱的身上看见上帝的作为。圣经有记载讲，上帝的神点伫咱内面，所以咱的身躯、咱的生命就是上帝的殿。不过，问题是人常常无啥注意点伫咱内面的上帝，甚至甲伊拒绝，无爱插伊。原因是人拢伫顺探肉体的欲望、目睭的欲望来生活。若是安尼，圣神就无机会去工作，咱也失落咱属天的身份。所以咱就想要伫生活中甲耶稣做伙行。咱就需要倚靠圣神，毋是倚靠家己。爱拍开咱属灵的目睭，准备好属灵的耳孔，随时准备好会当听见上帝甲咱讲话。当然嘛，爱练习伫逐项事，邀请圣神来参与。训练家己伫人的面前成做上帝的代表，安尼毋是干那用嘴来讲上帝甲我同在，别人看自然就会看出上帝甲我三角地。亲爱兄弟，上帝无啥爱人献祭礼，只有人献就家己的心。上帝就真欢喜，伊真渴望咱的心灵，拢会当反映出伊的性情。这就是保罗先生所讲的。伊讲，现在活地的毋是我，是基督伫我内面的活。意思就是，因为律法无法度救人脱离罪，律法只不过是互人知影啥物是罪。当人犯罪了后，律法就连伊甲伊定罪。请注意，律法无法度互人压对罪恶的关系。既然律法的功用只不过是安尼尔，所以保罗先生讲。我对律法就律法已经死，意思是，伊无阁想要倚靠律法去得到救，反倒透过信耶稣基督脱离律法的捆绑，无阁伫律法的下面，互伊会当上帝来活。这个经节。讲出两方面的真理，对律法来讲，一个已经死的人，律法就无阁有权去管伊，因为伊已经脱离律法。互人通脱离律法的束缚的原因，
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另外一方面，对上帝来讲，一个得到基督救赎的人，伊用上帝的话，伊已经信靠基督，互上帝称作基，所以伊会当好大就近上帝恩典的宝座，通领受伊的怜悯甲恩典，做咱需要的时的帮助。每一位领受基督救赎的人，不但罪已经得到赦免，旧的我嘛已经甲基督同顶十字。虽然人并无真正死去，总是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死，已经替咱死。安尼，基督的死就代表旧的我的死。所以律法已经无权去要求咱罪的刑罚，对咱来讲嘛无效。所以重点就是，咱的生活无搁受以前败坏的旧的我所控制，受伊管辖，因为以前的我已经家己都同顶十字架。不过，真侪基督徒的问题就是，通常伊内面毋是基督的话。犹原是家己的话。搁讲一遍，当咱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时，不但得帮助家己，其实也得帮助世间人会当实在上帝。安尼做，会当拓展上帝国的境界。耶稣讲，囝袂当照家己的意思去做代志，只有看爸做什么，伊才照安尼做。爸所做的，囝嘛照安尼做。所以，每一位基督徒拢着照安尼去做。约翰福音有记载，拄仔所读的圣经有记载讲，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有被心怀中的独一的囝有甲伊显示出来。耶稣活伫世间的时，伊毋是直直佚佗，嘛毋是伫开讲讲有诶无诶，伊所有诶行为，所有诶时间，拢在反映上帝的心意。伫福音书内底，咱看见耶稣伫生活的时，当耶稣看见人因为邪神附身、幽限的，以及半身不遂的，也是患着逐款的症头，以及鼻疼的人，圣经记载，耶稣就甲伊医好。当时文道学生伫身边，当文道感觉完无在调，表现真软正时，耶稣就责备伊个学生讲：恁这会遐尼无信心嘛？所以意思是讲，若有信心就会当照安尼行。咱相信，当咱的信仰生活表现真软正，无法度活出刚强的态度，面对问题的时，得行，生活有困难的时，耶稣嘛是用同款的方式得看伊的教诲。恁若遮尔无信心。耶稣用怜悯的心去回应人类的需要，咱嘛爱照安尼去行。当咱伫读圣经的时，
莫将伊看做是几千年以前老古早的故事，爱用信心去快出圣经的话，怎样去应用伫生活内底。连是逐项事，拢就用属体的方法去处理，至于到完全的地步。安尼，咱的生活就无搁惊惊、烦恼、失志、受气，因为上帝的感情已经成做咱的感情。伊的思想已经变做咱的思想。耶稣是照上帝的法则来生活，是要互世间人实在上帝，确实咱会当活出耶稣的款式。世间人就因为咱认捌伊。亲爱兄弟，当咱每一摆灵修的时，应该爱问家己几个问题，就是透过所读的圣经，上帝要甲我讲啥物？这段经节内底有啥物通遵守的也无？圣经一切的启示，拢甲生活有关的。为着要搁较亲近上帝，真正要安尼做，咱可能需要做一寡的改变。无论是时间的安排、生活的习惯、金钱的使用，拢需要改变。毋是家己的兴趣最大先，爱了解上帝的心。才是聪明的人。人若甲上帝亲近，就袂会受到世界的声音影响。虽然咱大家有缘活伫地球，毋过咱的本性已经活做属天。咱会用即款的能力甲权柄去上班。用即款的能力甲权柄去经营家庭，用即款的能力甲权柄去教囡仔，去做生意，一定会成功。到尾，边仔人拢无看到我，只有看到耶稣活伫我的内。亲爱兄弟，对上帝的实在甲了解，将会改变咱生活中每一项代志。咱的心较无伊的同在，较无伊搁活的权，伫我的生活实质命显现，咱将会发现一个真水、欢喜满满的人生。咱无搁需要惊吓，无搁需要为着苦难、死亡来烦恼，因为耶稣已经承担这的一切。受苦并毋是咱受创造的目的，不过有时上帝用稳咱拄着困难，目的是要互咱学习谦卑。上帝用稳困难，目的是训练咱诚做勇士。艰难的环境是要互人有机会倚靠上帝来得胜。艰难的环境是要互人有机会学习顺服。耶稣虽然是上帝的囝，还有对所受的苦难学习顺服，所以咱伫困难苦难中，也毋通埋怨，毋通失志失去盼望，
因为圣经有记载，上帝命令伊的百姓，无论行落伫济样的试炼，就拢有举水欢喜。咱三甲来勉励，请做伙来祈祷。基本上帝求你来帮助每一位较无甲你搁较亲近的兄弟，有信心兼一当中间来做指标的工，互阮对正开始，搁较无实在上帝，搁较无活出基督的款式，搁较无用咱的性命来影响别人，互人看见上帝好伫咱的身上，伫咱的教会，咱就永远归于你。把你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感谢托牧师的敬祷。这时，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做伙来唱圣诗149首 A 调，听起来，你要主耶稣。
下手因员是杜书来处理，书徽是戴如平技术，书琴是安以诚兄弟，交代甲书宪是张正志甲郑玉洁夫妻。献花本个月拢是陈永贵兄弟，陪前的领袖是吴丽君姐妹，献诗是姓瓜队殷控李新玉同学，台语主持学发展的是陈家宏、长老来主持，下手是曾宇璇技术。书会会人受到方便请大家来看家己来看。咱来看本会消息的部分。第一点，下主日下晡7点要调规定的幼儿园会当书会，请相关的同工余万新来参加。第二点是阿仁兄黄宗仁兄弟的母亲伊妈妈黄王良主长老娘，伫4月16安后主怀，由主亲自来安慰甲扶持要定本礼拜六4月27下晡2点，伫咱教会来举行告别式。若是要参加的兄弟姊妹，请伫咱这个公布栏来做这个登记，来做登记。第三点要邀请对唱歌有兴趣我想除了有兴趣更重要是讲有意愿要用唱歌来服侍上帝的这个兄弟咱会当来做伙来参与圣歌队来服侍因每礼拜练歌的时间是拜六下晡4点半到6点，会当队长可以来报名。第4项是到社部兄弟5月18上午10点到12点半伫大洲营教会咧举办吉兰救灾的训练，邀请兄弟会当报名来参加即礼拜今仔日来截止报名若是要参加的，会当伫公布来填写，报名费是100块。第5点，中会福禄书工部兄弟5月10号拜五上午9点半，同款伫大洲营教会要来举办母亲节的感恩礼拜，欢迎所有的兄弟拢会当来参加同款咱嘛是来报名是下礼拜日来截止报名。第6点是较重要，是咱教会陆续4周的联合小组来开始我想咱兄弟姊妹若是较毋知咱知影传福音是足重要若是较毋知要安怎做咱会当欢迎拢会当来邀请咱的亲人还是朋友来参加咱拢总有4周咱看这个咱下骹有写拢总有4周分别是拜六个拜日拜六就三场为4月13等于是顶礼拜才开始尔，一直到6月22其实咱教会足侪咱的新的会友拢是为幸福小组开始的所以你若真正对咱家己的咱的亲情朋友负担要传福音你讲毋知要安怎做就会当来请伊来做这个幸福小组会当来机会来接触福音。咱看关怀内岛的部分咱伫厝的调用的，也是注意的特别第3项是特别为着咱华人的这个地方来祈祷我想实在是讲，咱敢若是足软弱的啦咱敢若会当祈祷尔其实咱知影迄边的人是因的心是足欠费真正需要大家帮足侪即摆拢足惊咱每一个人拢共款咱一小可拢感觉拢伫遐聊其实有时阵有地人无地人毋知所以咱就希望大家会当特别咱若是有亲友伫华人你当来安慰这个是好的时间第4项也是特别为着教会1号礼拜2甲3号礼拜2咱要来做这个整建维修继续往下来改造。多少？因为会上课伊请我来补充报告2项，第一项就是龙珠长老娘安后礼拜就是伫即个拜六所以
佫袂是举行了后会当继续去安装，所以有两个礼拜迄个名单拢伫后边吼，请大家来写吼，会当统计迄个人数，所以请兄弟来完成即个手续吼。第六项就是拄仔迄个黄秀长老报告，就是迄个幸福小组已经开始吼。顶礼拜迄个葡萄树小组吼，我去看哇，来了9个人吼，9个新朋友，真高点吼，所以嘛，亲像那个黄秀长老讲吼，那是身边若有亲人嘛是朋友会当甲伊邀请来到幸福小组吼，交我们的同工，我们去跟他接待，都还是非常乐意的事情，所以。但无嘛会当为着迄个这4组的幸福小组来祈祷哦，就是希望上帝使用这4个小组会当把上帝分给我们、派给我们的灵魂来大大的收割，愿荣耀归给神哦，谢谢。好，大家咱特别看第3组吼，是慧玲吼，甲博颖吼，是社宅幸福小组吼。若是讲有讲来教会吼，伊较毋敢来吼。咱有伫社宅吼，有社会住宅有成立这个小组吼，所以讲若去社宅的活动的所在就较难做吼。好，来，即摆咱来看本周的经文吼，咱做伙来念吼。来，有我的命令，我守伊的人，即个就是听我，听我的人，一定我袂听伊，我也要听伊，我将本心显明伊，咱个念。有我的命令，我守伊的人，即个就是听我。听我的人，一定我会听伊，我也要听伊。我将本心显明伊。好，即摆咱做伙来唱上行527首，荣光归圣地上帝，请你。接下来请牧师来祝祷。三角地带对即时到应世代无尽，阿门。我对你锻炼，秀，
用啊，我记得。香港，唔是啦，可能行到我小看，我那无，心情，这就是听到听到你唱。
你身体，我在上个礼拜上次你有来啊，但我下次又没看到你。对啊，我有看到你啊。对。然后哎，真的身体恢复的不错，这样对不对？离职啊？那你现在比较还有正常吗？他们都要回诊吗？不错啊，这样子哈。都要吃药，都要吃药。一缸啊？弄熟药这样子，就是那个都是要吃的。对。一边走，这边不要站着的啊，他自站着的啊，他的龙顺，我按鞋了，没什么问题。按鞋哪里？去走廊哎，然后给他拿回来，这边给你看。我这个够了9块啊。够了9块啊？反正够了9块啊，我给你别钱，我钱，这样做别的呢，把那个钱，把它你对我，这个问题你他不知道，对，你钱不知道，啊，迄个淡水啊，搁即马搁秋桂。哎，对，所以讲阿袂搁济，我有去过啦，去过就去行去食迄个肉饭对啊，就很走到哪里知道哪里就对了。你反正你拿个手机 Google， 然后去哪里这样。对。阿哥有进脑卡。我阿袂吧。进脑卡。我当作有进脑卡。
你刚刚先起来，先起来啊！你几年啊？对啊，哎，那你这样还可以安排2、3年。对啊。那不错了，真的是，应该也需要工作，这样身体不能要。我那是要去我弟弟那边把那个做房子，他做花园那些做的好，每天来这空气户外动的多，有个还是把身体先养好，对，再多想想。身体最重要啊！不然你那个看你这个对啊，是啊，是啊，豁达一点。那你的对食材，就是今天做出来，就从食材做出来。我做局，做到云南做公车，936来，还要变成要是市场，是他那个农会，我见你，我见你啊，心情高兴，那个做局开始936真的很好。那所以你要时常就国内的就交流，不管是讲走动还是对，真的大家都在一起认识。对啊，然后就是昨天很多事啊。你也出去走一走，然后再。本来出去走，下雨。今天走不到，走。食材你是住在哪？租的吗？对。所以你林口这边没有。那个你看卖掉了。卖掉了。然后我就在新庄，在。他也是跟他